心来敬拜上帝。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赐予我忠心和新的心灵。阮对上帝的囝听到，现在传予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伊完全无黑暗。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是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会互相有团契。伊的囝耶稣的血就会继续洗清咱的罪。啊，即时咱做伙来念圣诗，圣诗26首，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念。
请咱游园徛底，咱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极大的恩典甲慈悲，就互阮平安过了一礼拜。伫即个圣洁的主日，你召集阮众兄弟姊妹，组织伫你的圣殿，参甲来敬拜你，尊崇你的名。由你的圣神亲自临到阮的中间，开阔阮的心，互阮的目睭会看到，洗清阮心内的误会甲不安，互阮会用心灵甲诚实，用上水的赞美、感谢甲敬拜，献互你的圣尊名。主啊，面对现实的世界甲社会不安，阮的心常常感觉软弱甲挂虑，特别是这个期间，极端气候带来的灾害，地缘政治的紧张甲冲突，以及经济甲生活上的侪压力，互阮看到人的有限甲微细。求主施恩怜悯这个世代，赐下超乎阮人所用的想到的平安。保护阮的国家甲社会有公义、有和平甲安全，也求主祝福阮的执政者有智慧、谦卑甲公义的心，引带众人行伫合理心意的道路。阮也要特别将阮的教会每一个家庭以及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你的圣手当中，求主祝福阮的教会，成做阮社会的明灯。福音的基地，保守阮的见证、宣教甲各项的事工，伫圣神的引带下骹，拢会顺利来推行。求主亲自来看顾阮每一个家庭，特别是有病痛甲软弱的肢体，求你伸出医治的圣手来医治因，安慰忧伤甲面对考验的心灵。伫经济、工作、家庭甲人际关系上，祝福阮充足的恩典甲信心，互阮伫日常的生活当中，会能显出你的荣光，亲像光甲盐来做见证。愿今仔日下礼拜的讲道、吟诗、奉献甲所有的事奉，拢得到你的感染，成做阮众人的祝福。当即时，阮要照主耶稣基督。教是阮的祈祷文，三甲来出声。阮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救阮脱离你的歹的，因为国、万民、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是咱先开圣诗的后面，假应文15篇，假应文15篇，是出第诗篇51篇，咱做伙来启应。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的信息。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
暗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是一切是痛悔的心灵。这是咱过来做伙念圣诗，圣诗191首，圣诗191首。你的话实在做我脚前的灯，请大家起立来念。请坐。这是咱做伙仰头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愿受恩的囝儿，也是你所拣选的正百姓，搁一摆伫你的面前亲近你，要用敬虔的心领受对天来的恩典甲福气。阮求你信神，甲阮分别做圣，互阮通用圣洁的心灵甲你相通，得到你的光明，也有份你荣耀的国度。也恳求真理的神引带阮，通过你的奴仆的嘴亲自甲阮讲话，教示阮更加明白真理，遵探你的旨意，通过你活命的搁有力的话，互阮的性命重新得到快乐，活出美好，搁有新的决志，结出信心的果子，得到你的欢喜。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三甲来讲读圣经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是伫咧加拉太书第2章第1节到14节。加拉太书第2章第1节到14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时，我当面甲伊反对，因为伊有通责备的所在。
原来有一段对雅各遐来的犹太人，未到以前，彼得有甲外邦人的兄弟做伙食饭。毋过，遮个人到以后，会煞闪避外邦人的信徒，毋敢搁甲因做伙，因为惊遮个主张外邦人着受到割礼的人。其他犹太人信徒嘛，亲像彼得安尼即款的虚假的代志，连巴拿巴嘛受到影响去做共款无原则的代志。我一个看，我一个看到因无照福音的真理去得做，就伫众人的面前对彼得讲。虽然你是犹太人，毋过无照犹太人却甲外邦人得生活。你哪通强迫外邦人要学犹太人的生活？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要请阿萨诗班用诗歌来带领咱敬拜。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是因为耶稣性命。
咱要请陈永文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保罗接笔彼得。主内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感谢阿萨斯班再去用这个因为耶稣圣名这首真水的音乐甲诗歌来引带咱敬拜上帝。这个歌词主要是对腓立比第2章6节甲11节，这是非常出名新约圣经内底这个基督论。你讲起耶稣基督本有上帝的这种本质，伊屈服家己，取奴仆的形象来为着咱牺牲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上帝甲伊高举伫万民的万名的顶面，伊也成做所有人的一个救主。这个基督论真要紧，因为这个基督论就是保罗伫这个加拉太书内底会讲起福音的迄个基础。这个基督论会带出2个真要紧的部分，咱今仔的经文特别会讲起这个中间的真微妙的关系。基督论带出拯救论，因为耶稣基督每一个人会当因信称义，伫基督内面，甲上帝搁和，成做上帝子民。另外，基督论嘛会带出教会论，就是讲这种因信称义的每一个个人，会形成一个什么款的群体，成做一个什么款的教会。这也是咱今仔日这个规段经文内底非常要紧的一个信息。咱要形成一个什么款的上帝子民的团体？内底是什么人？咱敢会当拒绝一寡人，接纳一寡人，是讲所有人因为伫基督内面，拢已经成做上帝子民。咱今日读到第2章，加拉太第2章11节到14节，这个故事有人讲是规本加拉太内底上高峰。高峰的意思就是讲，带来这个上大的一个争议的一个事件，有人甲叫做安提阿事件。对1章11节开始，咱知影保罗为着要讲起福音，伊全开始讲起家己的故事。咱已经2礼拜咧听到伊咧讲伊的故事，伊安怎古早是犹太人，安怎迫害教会，因为甲耶稣相拄，所以伊全成做耶稣的学生。而且领受迄个使命，要成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为着这，伊甲耶路撒冷的一寡雅各派的人有紧张，所以伊全去耶路撒冷，甲大家做伙讨论开会。咱前一届才听到耶路撒冷会议做出一个真要紧的决议，卖当讲伊初代教会上要紧的一个决议。就是外邦人毋免阁受割礼，然后合一双边得到合一了后，阁分工。顶礼拜咱听到彼得成做即个受割礼的人的使徒，保罗成做迄个还未受割礼的人的使徒。一个去犹太人中间工作，一个去外邦人中间工作。到遮拢足水的这故事到遮拢真水。但是咱无想到，今仔日到11节，故事有新的发展。因为迄个协约讲了后，嘛无解决所有的问题。外邦人毋免受割礼，这项代志是清楚的。但是外邦人甲犹太人免怎做伙，这变做一个真有挑战的问题。特别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因有足要紧的这个摩西律法规定，这个食物律，安怎食物件才叫做清气？食什么物件袂变做无清气？所以犹太人甲外邦人做伙食饭，敢袂使？这样代志就诚做今仔日咱看到
足明显的一个高峰，也是一个冲突点。咱也读到这个故事真有意思，就是讲顶礼拜2章9节，保罗甲彼得甲雅各三个人，佫用正手相交，相交即字就是 koinonia， 诚做团契，已经彼此诚做团契，啊有一个共同的协议。打过200年到11节，今仔日咱看到保罗讲，我当面责备彼得，两个人踢破面啊，踢破面。这中间一个真要紧的问题，是啥人背逆迄个进前讲好的协约？迄个耶路撒冷的协议要安怎解说？要安怎应用，煞变做一个真要紧的问题。伫今仔日的即个，咱讲踢破面吼，咧讲摊牌吼，两边咧摊牌的即个局面内底，真有意思的，就是内底有真类似的即个类比吼。前后其实到尾啊，咱就发现拢总出现三界，拢是用强迫即个关键的动词。哦，顶礼拜有讲到迄个啥，迄假兄弟。偷偷啊！你个要强迫提刀行到底，啊！保罗讲为着真理，我一步都无要让步。今仔的经文最后一节，咱读到啥物？咱读到讲，保罗伫遐控诉彼得讲：你敢有要？你谁若要强迫外邦人做犹太人咧？赶快用强迫这字。咱搁落去读到第6章的时阵，就会读到第6章嘛，讲到遐个加勒泰遐个宣教师对敌的宣教师，要强迫因接受割礼。所以伫遮咱看去三个强迫，互咱将这经文的甲连起来。这中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将家己的观念想法强加伫别人身躯顶？这敢毋是福音？安尼是毋是有违背基督徒的自由这个问题？吼，咱一直强调，加勒泰书是一本基督徒自由的批示。吼，所以今日经文，互咱有真侪通思考的所在。啊，搁一点就是我拄仔讲起啊，旧的即个对保罗的学术甲新的学术，今仔日。伫即个学术界有真侪讨论吼，讲保罗的旧观甲保罗的新观吼，即两个其实无对立啦。咱今日经文，互咱会让互咱足好的一个了解。旧的迄个保罗的观念，较集中伫拯救论，较是讲人甲上帝关系，咱甲上帝因信称义，咱已经成做上帝子民。但是这个新观，保罗的新观，咧问一个问题，就是讲，诚做上帝子民的人，彼此要安怎做伙，要安怎互相对待，这就是教会论的问题。所以新观比旧观较宽，伊嘛有讲到拯救，但是进一步要问，这个拯救是带来一个什么款的团契？大家要安怎做伙？生活，这个团契是甚物款的一个形态？哦，这是咱也系足要紧这段经文要互咱学习的所在。下面咱就真紧来看今日的经文。2章11节讲，彼得来到安提阿，这个真明显是一个故事。彼得来到安提阿发生什么代志？这个对方就是这个加勒泰，这个。甲保罗咧对敌的这宣教师，真显然有一套故事。因可能嘛已经讲互加勒泰信徒互因听，所以保罗为什么要直接写这段故事，就是要讲互加勒泰信徒知真正发生的代志。对方可能讲什么？对方可能讲，你看，彼得就是英雄，彼得拢坚持这个犹太人的传统。为着咱保存迄个犹太人的传统，保罗呢
保罗是歹人，哦，伊拢讨嫌，哦，伊拢干那要讨人的欢喜，哦，这咱第一章就读到啊。所以伫即种控诉下面，保罗必须要甲安提阿的故事，搁一摆做出澄清。彼得为虾米会来安提阿？真明显，因为安提阿是一个除了外邦人大以外，阁有足侪犹太人侨民住伫遐的所在。所以安提阿是初来教会头一个宣教中心。遐有犹太人，嘛有外邦人，所以保罗来到安提阿，真有可能要完成伊的使命吼。顶礼拜咱讲伊要做犹太人的使徒嘛，所以伊来到安提阿向犹太人宣教。但是即中间嘛牵涉到来到安提阿以后，毋是干那只有犹太人，阁有搁较侪外邦人伫遮吼。伫即个过程中间，咱若用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的时阵，真有意思。是讲迄个权力的场所已经清煞，总然因已经毋是伫耶路撒冷，总然场所是伫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外邦宣教的地区，换句话讲，遮较属地是保罗的地盘，保罗的地。彼得来到遮，竟然做出互彼得、互保罗心袂平安的代志，这就是今仔日冲突的原因。咱看保罗安怎讲？保罗讲，伊有通责备的所在，伊有通责备的所在。即句话其实翻译了足轻呐，原文足重的，原文足重的。原文即个希腊文讲 kategonos menos， 哎呦，伊早就去互定罪啊啦，早就已经互定罪啊，伊毋对啊，伊早就互定罪啊，审判判了啊。所以伫保罗的眼中有两项代志，头一个，保罗彼得伊的态度甲观念拢毋对，伊的观念错误，神学错误。第二，伊的立场无一致，前后无一致，摇摆不定。即两项，互保罗认定彼得毋对，爱责备。然后咱进入12节，保罗讲去原因。伊讲彼得拄啊来的时阵伊有甲外邦人的兄弟做伙食饭，这是真要紧的一个面向，做伙食饭。这个圣经学者用这个 table fellowship，table fellowship 来描写这个事件。大家做伙，咱的教会无讲礼拜三逐礼拜拢一定爱做伙食爱餐嘛，有的教会有这种习惯。伫初来教会是安尼，礼拜三、礼拜中间有圣餐，然后后壁阁有爱餐，大家做伙食饭。所以食饭的时阵，这个问题就走出来。犹太人若看外邦人是无清气的，袂当做伙食饭，安尼成做基督徒以后的这个群体要安怎生活？所以保罗讲，彼得拄啊来的时阵，伊有甲外邦人做伙食饭，所以彼得拍破伊古早的观念，这无奇怪。咱咧读《使徒行传》的时阵，早就读到一个最要紧的事件，就是哥尼流事件。咱若有趣转去看《使徒行传》10章到11章，足要紧的过程。彼得家己旧的观念，上帝甲拍破。咱会记得彼得看到迄个异象对无？天顶一块布内底有足侪只犹太人看做无清气的只动物伫内底。上帝讲摕起来食，摕起来食。彼得讲我袂使食，这是无清气的。上帝讲我看做清气的，就是清气。结果圣神就感动，无偌久，哥尼流就来啊，这个外邦人来啊。彼得就跟缀伊，转去到因兜，这就已经犯真大的过去犹太人的禁忌啊！
袂通甲外邦人有社交，嘛袂通甲因做伙食饭，佫毋免讲去住伫因兜内底。结果咱知影彼得逐项拢拍破，去哥尼流了，逐项拢拍破，因为圣神拍破伊的界限，互伊自由来甲外邦人会当互动。所以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所在，就是讲彼得本来已经自由啊，甲外邦人做伙食饭啊。讲到遮，可能大家会想讲，是安那犹太人会认为讲袂使甲外邦人做伙食饭？这故事真复杂，咱简单讲就好，就是讲，因为伫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拜偶像，特别伫当时的希腊罗马的世界内底，所有的遮个外邦人拢爱去参与伫遮个地方的宗教，皇帝崇拜罗马即个传统宗教等等遮，所以伫犹太人的眼中，遮个外邦人因的身份甲因的食物拢是无清气，无清气。这咱若读进前无偌久。真有名的即个马加比的革命的时阵，咱就知影内底有足侪故事。当时遮个叙利亚的遮个军队，有啥会逼遮犹太人食遮外邦人的食物？结果伫马加比的运动内底，有真侪遮犹太人拒绝食外邦人的食物，结果去互迫害。遮有诶是查甫诶，有诶查某诶，后来拢变做犹太人诶英雄，甲英雄甲英雌就是讲男女拢有因去犹太人看做讲足伟大坚持原则，无去食外邦人诶食物安尼。因为伫因眼中，甲外邦人参做伙就是无清气，所以这是。对犹太人的角度，一个真大的问题，要甲外邦人做伙食饭，敢会使？但是咱知影保罗早就已经拍破这个观念啊。保罗知影耶稣基督的死已经赢过偶像的关系。咱搁读落去第3章，保罗就特别讲起这个部分。迄偶像是假的，所以你毋免因为遐偶像。就感觉讲偶像咧影响你的食物，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拍破这个界限，所有人拢会当食做一体，所以做伙食饭是应该的啊，结果咱读落去，讲当对雅各遐来的人来到安提阿，彼得安那全闪撇外邦人，毋敢甲因做伙。这足清楚的表达，伊甲外邦人就无迄个 fellowship， 无迄个团结啊，拒绝甲因做伙，隔离，看到人就闪就对了，看到一个外邦人伊就闪。保罗讲安那，因为伊惊，这题最要紧的，惊，为什么会惊？咱确定会阁进一步来思考，惊什么人？讲惊遐个对甲礼来的人，原文敢若安尼尔，原文敢若用遮简单的话讲，惊遐个对甲礼来的人。原文讲敢若讲对甲礼来的人，其实咱知影，可有2种意思。对甲礼来的人，第一个意思就是讲，主张外邦人爱受甲礼的人。是讲第2种意思，甲今仔日事件较有关系，就讲主张。袂使甲遐个无行甲礼的人做伙食饭的人，这两项代志是一体两面呐。上面叫外邦人爱行甲礼，第二，伊若无行甲礼，我就无爱甲伊做伙食饭。两项代志拢共款。保罗用一句话讲，对甲礼来的人来形容这群人。保罗讲必定会惊因。而且咱有几项真有意思所在，会当思考，但是咱今日无遐侪时间通去讨论。但是大家小想看卖啊，为什么会惊？
真侪学者甲咱讲，这甲当时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有关系。当时伫巴勒斯坦已经慢慢政治气氛已经热滚滚，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足悬的，一直强要起来背叛这个罗马帝国。伫遐已经出现足侪这小型的叛乱的事件，就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者起来反抗罗马政府。上出名的一种做法就是歪纳税、抗税，歪纳税。所以咱会记耶稣的福音书内底嘛有真出名的故事，就甲即个背景有关系。人来甲问讲，老师啊，阮纳税互即个罗马皇帝会使无？这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的迄种真强的气氛下面。所以伫即个情形下面，迄个压力应该是对这个巴勒斯坦的政治团体来的，因伫遐压迫当时伫遐的犹太人甲犹太基督徒，叫因一定要坚守迄个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因为迄个民族主义足强的，所以当遮的人听到讲，即个彼得去安提阿，竟然甲外邦人做伙食饭，真有可能就是因为安尼，雅各就派人来甲警告，所以彼得会惊，这中间当然咱知影，犹太人甲外邦人做伙食饭的关系是足复杂的啦，毋是遐单纯。因为犹太人无一定拢立场拢共款，有个人较开放，有个人较严。你若讲法利赛派就足严，佫有另外一派咱知影，即个犹太人内底有一派去住伫旷野的，叫做爱色尼人，因佫较严，因无可能甲外邦人做伙食饭。所以，但是咱去读律法书、利未记、申命记，早就甲咱讲啊，犹太人中间早就带一寡这外侨、外国人，所以因甲因做伙生活，这已经毋是绝对的啊！所以这个代志无遐简单，是感觉复杂。犹太人内底嘛有分无共款立场，外邦人嘛共款，外邦人对犹太人态度嘛真多元。但是咱知影一项，当时伫外邦人中间已经有足多对犹太教有兴趣的希腊人，这人因想要过犹太人的生活，因感觉犹太教足高尚的，迄个理想足悬的。这种人，咱伫圣经内底定定读到，圣经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敬虔人。敬虔人，咱会记哥尼流就是安尼的人。哥尼流家己就是一个敬虔人，伊本来就对犹太教有兴趣。佮另外一个就是《使徒行传》第8章有讲到一个为非洲伊索比亚来的太监，来耶路撒冷要学即个犹太人的信仰，伊嘛是敬虔人。所以外邦人中间其实早就已经真侪人过一种犹太化的生活，所以即个局势其实足微妙的、足复杂的，毋是迄黑白二分就种内底人种种拢有安尼结果咱知影13节代志来咯。保罗讲，彼得做出这样代志，就是无爱甲人食饭。相撇以后，伊讲其他的犹太人嘛做共款虚假的代志。这里嘛足要紧的关键字毋是彼得安尼尔，其他的犹太人嘛缀伊做虚假的代志。这里好本真有意思，反正讲真假装假真假这里无好翻译啦，因为这里原文这个 hypocrisis 后来变做英文 hypocritical， 这里咱拢真熟，就是伪善，那是虚伪的意思。但这里
原文就有意思的，原文是一个当时的人一听就听有的一个动词。伊的意思是，希腊人咧演戏剧的时阵吼，咱知影希腊的剧场伫咧演戏啊呐，可能两三个演员，但每一个演员手拢有几若个面具，伊怎甲迄面具挂伊的面顶头，你就知影伊怎咧演啥人安尼啦。所以即字是讲，你戴迄个面具咧假做是迄个人，哦，这都犯罪庄稼就是讲你其实毋是即个人，但是你戴即个面具了，你假做是安尼的人，哦，啊，所以保罗而且用足强烈的话讲，彼得也好，其他遮犹太人也好，哦，拢缀咧做即个虚假的代志。即句话咱会记得真强哦。咱较领结论，咱嘛搁来思考，然后搁较严重下半句安那，保罗讲安那，连巴拿巴也受影响。哇，这是保罗上无法度接受的代志。巴拿巴是伊上好的同工呢。吼，咱若转去读使徒行传11章规章吼，特别后半章吼，咧讲巴拿巴的工作。哦，巴拿巴是上早去安提阿的人呢，伊听到安提阿迄个所在安那，毋但犹太人，连希腊人啦，拢信耶稣，所以巴拿巴就走去，哇，学了因的迄个敢咱讲多元的一种信仰群体形成伫安提阿。然后安那，你若去读使徒行传11章，伊搁去大数，甲保罗带到安提阿。哦，所以巴拿巴是甲保罗带到安提阿去见证迄个新的群体的人哦。圣经内底讲，伊是好人，性情充满，佫满有信心。哦，你若去读11章，使徒行传11章，佫有一句最要紧的话，讲学生去互叫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哦，所以安提阿就是确实是关键的地方啊。哦，迄头一个所在，犹太人甲外邦人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啊，毋知要哪甲伊叫，阮叫因开始叫因基督徒。基督徒这字本来有歹的意思，哦，是讽刺迄个藐视的话啦。希腊人讲这人就是遐群体基督一定啦，哦，有一点藐视的味道。但这字变做基督徒的身份啊，新的身份。哦，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你拢是群体基督的，所以保罗无法度接受讲，连巴拿巴也变安尼，吼，也用的同款的用语，做同款无原则的代志。讲巴拿巴做同款无原则的代志，吼，和本同款犯罪装假，吼，所以而且讲安那，彼得装假，犹太人装假，连巴拿巴嘛装假。啊，咱会记得拄仔已经讲起，这背景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为巴勒斯坦遐来的压力，特别是雅各派的人来的时阵，将迄个耶路撒冷的迄种压力带到这个所在。这中间佫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所在，就是安那解说顶礼拜读的迄个耶路撒冷的协议。哦，咱会记得顶礼拜。讲彼得就是诚做对犹太人的使徒，保罗就是对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若根据这句话的时阵，有的人对这个协议的解说，就会变做是啥？讲啊你若对犹太人，你就过犹太人的生活嘛；啊，你若对外邦人，你就过外邦人的生活嘛。有可能有互这种两种人生活方式，互因自由安尼。这种的方式，当然是有可能是安尼来了解、来解说啊。所以，这人看到彼得竟然过外邦人的生活的时阵，因无法度接受啊。你都毋是咧做犹太人的使徒吗？你哪会咧过外邦人的生活？哦，这咱看了14节嘛，佫会出现这个质疑。哦，所以。这中间，咱看见规定人拢伫遐装假，啊，到底内心的世界想啥，咱毋知影，哦，
有学者奥斯卡库尔曼，伊就讲彼得吼内心一定足冲突的啦。伊早就已经自由啊，呾就爱假做敢若无爱甲外邦人做伙，所以伊感觉彼得是一个内心充满冲突的人。哦，这咱拢毋知影，咱该来当推测。哦，最后一节，保罗讲：我就伫众人面头前对彼得讲，伊直接甲伊贴画面啊。哦，这头前搁有一句。因为因无照福音的真理咧做，因无照福音的真理咧做。原文无照福音的真理咧做，咧做即字是行直直的路的意思。原文讲行直直的路，因行路无行直，行歪去啊！伫福音的路顶头行歪去啊！所以安那，我直接对彼得讲。所以咱知影彼得变做是代表，哦，规阵人犹太派，哦啊，保罗针对彼得，想讲伊是带头的人，就针对伊，甲伊贴破面。即中间讲两句话，头前迄句话，学者讲真有可能就是雅各派对彼得的质疑啦。哦，头一句话安怎讲？你是犹太人。却无照犹太人亲像外邦人咧生活，真有可能彼得雅各派人咧讲彼得，啊，你著犹太人，应该过犹太人生活，你哪会去缀外邦人？吼，即句话真有可能是因家己人咧质疑伊的，吼。啊，即句话什么意思？当然咱知影，就是咧指彼得甲外邦人做伙食饭这项代志。啊，保罗咱知影。保罗早就知影，彼得已经做足久啊，拢安尼吼。所以伫即种压力下面，彼得全惊，全决定无爱阁甲外邦人做伙。吼，所以最后半句话，即半句话应该就是保罗家己提出来的立场啊。吼，你哪通强迫外邦人着学犹太人生活？即个关键的动词就是迄个做犹太人，还是讲学犹太人生活？吼，原文的希腊文就是犹太人，吼，就是讲犹太化，吼，犹太化。即个就是我拄仔已经讲起，真侪外邦的希腊人，因为信无犹太教。已经过犹太人生活，就是用即个，即所谓的敬虔人，因就是安尼做。因做啥物？因嘛守安息日，因嘛守食物的律法，缀犹太人食物件。然后有个人做高峰，甚至嘛会接受割礼，外邦人。所以做犹太人的意思，就是爱照犹太规矩来行。保罗最后。质疑彼得，你哪会当逼外邦人成做犹太人？吼，这是咱今仔经文的一个结论。吼，啊，咱知影后礼拜开始15节以后，保罗就要进入神学的论述啊。伊用这故事做基础，伊要开始讲起伫基督内面因信称义是啥物意思。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对咱有甚款的启示？咱想提出2点，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吼，头一项真清楚，今日为第1章到呾，保罗的立场足清楚的，咱呾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吼，所以进入新时代，你敢会当阁倒转去迄个旧的世界？吼，第一章第40就讲过啊。敢会当阁转去迄个邪恶的世代、旧的世界？啊，若袂当，你就袂使装假，吼，你袂当做出即种虚假的代志，吼。所以今仔日即个事件是大代志，保罗公开责备彼得。我定下读到即段经文，定下咧想啦，讲罗马天主教会信徒读到即段经文，心内毋知安怎想吼，一定足艰苦心的啦。哦，因为彼得对因来讲就是头一个教宗嘛，哦，对因的认定来讲，哦，啊，这位
遐尼受尊敬的教宗，竟然去互保罗甲骂吼，这读起来，一定心内真袂欢喜安尼吼。但是保罗安尼做，毋是无道理的，因为伊知影讲福音的真理已经出问题啊，恁已经无咧照福音的真理咧做，吼。咱搁落去的经文的分析，搁较清楚的讲起这个部分，但是伫遮咱会当小可先想一下。学者即个 N.T. Wright 伊就甲咱讲，新的时代已经来啊，基督的来临已经互即个世界无共款啊。每一个人拢是新创造的人，伫基督内面拢会当拍破界线，建立一个新的上帝的家庭、单一的家庭，无搁分彼此的家庭。你嘛会当叫即阵人弥赛亚的子民。还是讲正港的阿伯拉罕的子民拢会使，这后壁保罗拢会用这个话。所以若这种情形下，福音的真理是对的，你就要继续行伫福音真理的路顶头啊！对保罗来讲，已经成做弥赛亚子民的人，就已经是甲耶稣基督同死同过活的人啊！你哪会搁甲面具戴起去？你搁哪甲面具戴起去？讲我就是犹太人，我袂当甲外邦人食饭，因为无清气，会甲我拍拉圾。安尼你直接就是咧否定你家己的身份啊！你就已经是伫基督内面的弥赛亚子民，每一个人拢共款啊！你是安怎搁讲伊无清气咧？福音的真理受挑战。彼得可能对保罗回答。我只不过是分开尔，犹太人过犹太人的，外邦人过外邦人的，安尼若定，这就是咱来讲真假的部分啦，可能伫彼得的心内想讲长正甲搁排转去咱才搁做伙食饭就好啊嘛。伊可能有一种投机的心理，暂时闪过安尼但是对保罗来讲，这最要紧的，这毋是干那假的问题，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一旦伫基督内面，这就是你的身份认同。每一个人爱用安尼互相对待。咱若倒转去顶礼拜经文，双方已经合一，但是合一到最后，若合一破坏福音的精神，这个合一是假的。当因要强迫因过犹太人的生活的时阵，最后一节你强迫因成做犹太人，这变作是一种破坏合一的精神。外邦人只有一种选择，无就做犹太人，无我就是咧教会内底做二等公民啦。甚至我可能都要选择离开教会。安尼的讲法。就否定合一的本质，合一是包容的，毋是排斥的。这点是今仔真要紧的经文。所以我拄仔一开始讲起，保罗伫今仔日这段经文，最要紧甲咱提醒，是一个教会论的问题。一个已经受拯救的人，伊活出来生活是甚物款的生活？是拯救论的问题。这毋是干那我的问题，是咱的问题。若干那是我的问题，就是拯救论；若是咱的问题，这就是教会论。咱要什么人是上帝子民？咱要怎样成做一个彼此做伙接纳的群体？咱可能知影英语这字做伴这字成做同伴，成做团契，还是成做同伴这字companion 这字真有意思，伊是为两个字根来的com 甲 panier。com 就是做伙 ，panier 就是食胖嘛，panier 食胖，做伙食胖。所以这个教会论最要紧的，咱做礼拜以外，做伙生活的时阵，你甲什么人选？你甲什么人做伙食饭？
还是你拒绝甲什么人食饭？这对保罗来讲是牵涉到真理的问题。因为你内心已经做出选择，我要甲谁做伙，我袂甲谁做伙。这已经挑战教会论。这是今仔日第一个真要紧的道理。新时代既然来，咱拢爱行伫福音的真理顶头。那安尼，咱来思考，咱形成一个什么款的信仰群体？第二点，这个经文嘛，甲咱提醒，惊吓会互人变假，做假。我拄仔讲起惊吓，虚假即字嘛，真有意思，伊是伫迄个希腊的戏剧场内底用的动词，你缀一个面具，假做无共款的人。这当然会有人会讲啊，这个甲彼得的个性有关系啊。彼得个性就是安尼，有时足冲动的，然后后来就搁救转去。咱会记福音书内底，伊对耶稣嘛是安尼对无？耶稣讲伊要去受难，伊马上去甲动。后来耶稣讲你头一个要否认我，伊阁毋承认。到尾啊，结果安那三界否认耶稣。彼得的个性是毋是就是安尼？但是咱今日发现讲，对保罗来讲，上要紧的毋是彼得的个性，是伊所做的即个代志，互人安那来解读。伊安尼做的时阵，变做一个立场，神学立场，就是表示讲安那，我甲因做伙是毋对的，是毋对的。所以到尾啊，伊全甲其他的人做伙装假。装假即字当然是真强的话啦，但是咱知影，即个对福音的真理角度来讲，这是毋对的，这是毋对的。保罗指出讲，伊会惊，因为伊会惊，所以伊做出装假的代志。各位兄弟，保罗可能彼得可能惊雅各派啦，伊嘛有可能惊巴勒斯坦的迄个政治气氛，遐民族主义者的遐立场，伊会惊。但最后伊煞做假，做假的结果诚做违背福音真理的一种表现，这是保罗上关心的啦。所以今日到最后，经文到最后这段，我最后也邀请大家思考，因为惊吓，煞毋敢讲真理这项代志，对咱有甚物款的启示？我想应该有真侪通互咱思考的所在。亲像彼得，遐尔啊大胆伫遐告别家己的信仰，到尾啊竟然否认耶稣三界。咱有即种的，因为惊来做假的经验吗？我用足紧用3个点甲咱思考。头一个，真有可能发生伫咱个人身躯顶，因为惊，咱毋敢讲真理。我想起我小学的时阵，规班内底敢若2个基督徒，我甲另外一个。有一天老师问讲，同学有基督徒请举手。我毋敢举手，毋敢举手，心内听我，敢若我尔安尼。结果另外一个同学有举手，我才心内知影讲，我真假吼，这真，咱的信仰是毋是会面对这种挑战？第二个咧，咱是毋是因为惊，咱用安尼来诚做对别人的排斥？我袂甲即个人做伙，即个人甲我无共款，即个人甚至讲即个人无清气，我袂甲伊做伙。这是福音真理的一个试验啦，咱人来讲。所以咱伫咱的心目中，什么款人会使做伙，袂使做伙？毋是个人的问题尔，是咱的问题，共同的问题。第三，有时阵咱是毋是因为惊，毋敢为着真理来发声，对的代志毋敢讲。今仔日8月16日是长老教会
发表人权宣言的49周年，明年就是50周年啊。49年前，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当时议长无伫咧，代理议长签名的人就是咱这人教会洪秀强牧师伫顶头签名。人权宣言当时伫台湾迄种戒严、白色恐怖的时代，勇敢讲出真理，爱互台湾正做台湾。结果咱知影，这项代志，互当时的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受到足大的压力。阁有咱的教会，其他的教会社会直接甲高牧师质疑：你当时变做一个政客，甲高牧师讲你是政客，你已经无咧讲信仰，你咧讲政治50年前的代志，咱今仔倒转去想，有诶时阵咱嘛会因为惊吓，是无真正了解，毋敢为着真理发声。这个例，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甲人的关系，还是牵涉到公共事务的真理，今仔日经文拢提醒咱虚假，这是咱爱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惊吓，煞变做虚假，互真理暗藏，互福音暗藏，这也是咱信仰真要紧学习的功课。毋望保罗甲彼得的互动的关系，也诚做咱今日学习的功课。咱做伙下头来祈祷。阮天听人的上帝，阮今日读到一段真戏剧性的故事。保罗甲彼得因为立场无共款，发生冲突，总是互阮学习到真理，往往是伫即个中间，伫紧张的中间凸显出来。伫迄种无共款的立场的中间，互阮定睛思考福音伫即个情形下面要怎样来实现。福音若是因为基督已经带来新的时代，阮就应该勇敢行伫真理的路。恳求你赏赐阮有信仰的智慧甲勇气，袂因为惊吓，有时阵就诚做虚假，毋敢讲真话。恳求也将追求真理的心放伫阮逐人心内，也引带阮继续行信仰的道路。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正诗303首，正诗303首。主，我要学努力，请大家起立来吟。
济。即时是讲倒个时间，咱要为着下面3项代志来同心来祈祷。第一，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报名，甲9月6号会开课；第二，为着总中会开办风灾师培训的中华论性；第三，为着设教130周年教会史甲专刊的建设，请大家同心来祈祷。这时，咱要请朱县长刘乃如执事来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世代无停。阮打要为着圣经学校秋季班的报名，甲9月6号的开课来祈祷，求你赏赐众兄弟姊妹较无你的话语的心，受感动来报名参加。求你的信心带领，赏赐智慧，予逐位老师，嘛拍开学员的心灵。望透过圣经的学习，建立正人的信仰，予逐个人的心灵得到饱足，伫你的话语内面得到建造，会当活出荣耀你的见证。选灵的上帝，你是阮的避难所，面对各种灾害甲挑战，将中会要开办防灾师的培训，求主恩待这项事工，赐予同工团队有合一的心，满满的智慧甲饱足的体力，来参加的会员嘛得到专业的知识甲应变的能力，通叫教会伫危难的时刻，成做各地方的避难所甲安慰。发挥光甲盐的功效，守护你所创造的土地甲百姓。历史的主宰，万世的君王，愿感谢你带领个人教会行过130年稳定的路。当编辑团队要来整理教会的历史甲出版全刊，求你赏赐同心合一的灵，互因有聪明的智慧、好的灵感。甲细密的心思，来将过去宣教的脚迹，甲稳定的文字，互动来保存。毋望这本全刊毋但是一本记录，嘛是即代甲后一代讲你奇妙作为，甲大宽容的见证，鼓励众人来接受福音的使命。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一时请大家起立，用奉献诗来诚做咱的祈祷。请坐。这是咱县开周报通知事项，请我来报告。第二场礼拜奉献地啊，若是伫第二场礼拜做礼拜的兄弟，会用带即个比阮的招待处摕即个家庭奉献地啊，写家己的名，并且写是第二场。即个时阵，迄个行政部门会互你即个奉献地啊的编号，后摆就用用即个地啊来奉献，开立即个奉献证明，也是上传到国税局。第二，9月19号一日游取消，因为咱下半年真侪代志，有130周年系列的活动，以及甲迄个圣诞节的时间。所以，东港决议要甲即个旅游取消，请大家注意，也并且为着教会来代祷。第三，守护台湾祈祷会，请大家踊跃来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祈祷会。即礼拜8月21号，礼拜5有一摆，内底有即个情形，请咱家己看。第四，8月21号到22号，防灾事备份报名。即个报名的时间是伫咧8月21号、8月22号2日。即个地点是咱的美院教室。即个若是有专程来参与，并且通过即个测验的结果，就用摕到防灾师的资格。报名的方式，请咱家己看。第五，夏日亲子活动，为着要促进肢体之间的交谊，特别是举办夏日的亲子活动，来欢迎所有儿童主日学少年团体、暑期儿童营的同学甲家长来报名。时间是伫咧8月23号报名截止。活动的时间是8月29号到8月29号的1点到5点，伫咧金站广场，请大家注意。即个儿童主日学的王雅玲校长来报名，报名方式请咱家己看。第五，公共论坛世界的台湾，咱身为台湾人，对台湾有偌侪认捌。咱台湾其实是2000万以上 GDP 超过3万的国家，只有12个。咱台湾除了有上大的半导体聚落、医疗的工程、交通的运输、远洋的企业，以及科技来补助的即个农业，伫咧全球拢是真关键的角色。请欢迎大家来参加。主讲是外交部的处长吴志忠，时间是9月13号2点，伫咧咱的大礼拜堂。报名方式也请家看。第七，圣经学校秋季班，2026年圣经学校秋季班伫咧9月6号开课，欢迎大家来参加。8月16号开始报名，欢迎兄弟把握进修的机会。课程下骹拢总有几啊款，请咱家己看。第八，欢迎参加台神的课程。
台湾新学院课程有几啊门伫咧咱的教会来开课，也欢迎请者来参加。啊，这下骹的课程也请咱家己看。番茄消息、教界消息，请咱家己看。下面要请郑永文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请安。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有几位新的来宾吼。头一位是彭定祥，是导演哈，是导演哈，欢迎哈。另外一位陈玉君哈，伊是制片哈，拢是专业的工作者哈。然后有为屏东来哈，周九善19先生，欢迎为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倒转来，这个思贤的朋友哈，黄永顺，欢迎。还有另外一位台东来，陈彩和。欢迎还有几位陈小芳，欢迎咱今日有真侪新的人给咱礼拜三会当大家甲因做伙请安，请咱大家也彼此互相请安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399首，愿上帝大仁爱。请大家起立来吟诗煞，请郑永文牧师来接导。愿上帝平安，我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灭岛避讳，新朋友甲有需要带岛的兄弟，请到坚庭有牧师、长老甲同工为你来介绍甲带岛。其他兄弟欢迎到中庭来参加地饼会来交期。